华视在地新闻：台南南化地区开设着食物的爱心银行，提供着米、油、罐头、卫生纸等等的食品甲生活用品，互弱势家庭会当得到社会关怀甲照顾。啊，讲左镇地区的乡亲嘛会当去领哦。 为着照顾偏乡山区弱势家庭，佮有需要物件救济的民众，市府社会局和民间公益团体合作，来到南化地区开食物爱心银行，提供米、油、罐头、卫生纸，要互有需要的民众会当自由选择，当立即性的去协助一些我们政府 无法照顾到弱势的那一个区块。目前伫台南在区内市府社会局透过民间公益团体，已经成立第10间食物爱心银行。所以南化区长嘛讲，只要涉及伫台南市的民众，拢会使透过志工实际查访，若符合急难救助条件，拢会使申请。左镇地区嘛会使到南化食物银行来领。 你包括左镇遐即马无，伊会当来咱南华申请，所以迄是无区域性的问题。市府社会局讲，目前10间食物爱心银行收到的爱心物资，已经有到74万9千块，总共有18000多人来领。真感谢民间爱心团体来协助成立食物爱心银行，互弱势家庭会使随得到社会关怀和照顾。嘛希望有更较侪爱心团体做伙来加入。